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2026年 Medicare 紅藍卡嘅講座。今日由我 Simon Chu 保險理財權威趙世文所主講。首先介紹我哋公司嘅團隊。第一咧就介紹我媽咪 Christina Chu 百萬經紀黃慶堂，佢係由1982年從業㗎啦。我本人咧就係由1989年從業到依家，接近36至37年嘅經驗啦。跟住就到 Brandon 係我個仔。亦都喺我哋公司超過10多年嘅保險理財師，我哋可以講非常之驕傲，三代同堂嚟到服務大家。除咗我哋之外咧，我哋公司嘅團隊包括 Sunny 小姐，Sunny 小姐係我哋 Freeman 公司嘅經理，亦都超過20多年經驗啦。另外 Carmen 小姐係我哋屋崙分行嘅總經理，亦都係超過10多年喺我哋公司服務大家噶啦。我哋公司依家咧佔有灣區4個辦公室，總公司喺 San Francisco。分公司喺 Oakland， 分公司喺 Fremont， 同埋分公司喺聖荷西。歡迎大家諮詢我哋每個 location 嘅時間地點，同埋以下嘅唔同講座舉辦。仲有關理財啊、保險項目咧，亦都可以 scan 一下我哋呢個 QR code，就馬上可以進入我哋個網址諮詢有關所有保險同埋我哋理財嘅服務啦。我哋每個月咧喺電視裏邊咧都有介紹唔同嘅理財規劃嘅，大家亦都可以睇到我啲獎牌顯示出嚟咧，其實每一個獎牌代表經過我手、經過我哋公司咧，係嗰年超過1500萬嘅資金嘅。可想而知，我哋依家管理嘅資金咧，其實係超過1個億嘅數額㗎啦。首先亦都多謝各位客戶對我哋嘅信賴同埋信任。跟住落嚟咧，就顯示我哋所有保險公司一大部分嘅獎牌。我哋亦都係保險業界裏邊嘅數一數二㗎啦。好多間保險公司，包括藍十字啦、HealthNet 啦、Aetna 啦，亦都 Anthem Blue Cross 啦，好多間唔同嘅保險公司。其實我去呢幾十年都係 No.1 㗎啦。亦都多謝各位客戶對我哋嘅信任，將你嘅保險交俾我哋負責管理。今日咧亦都講到有關 Medicare 各方面嘅內容啦。其實我哋係代理超過11間嘅保險公司，計劃咧係超過50多個唔同計劃嘅。如果你想詳細再了解詳情嘅話咧，亦都可以上網址 Medicare.gov 或者1800 Medicare 諮詢有關進一步詳細嘅內容，亦都可以同我哋公司詢問有關額外其他計劃。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注重介紹唔同地區嘅選項方面咧。如果你聽咗啲計劃，我哋未有及時提到嘅話，我哋亦都會代理。只不過係因為時間關係，我哋今日要縮短時間，盡快同大家介紹有關呢個26年嘅 news 重大信息嚇。如果你依家用緊呢個 Central Health Molina 嘅話咧，而住喺 Alameda 同 Contra Costa County 咧，你個保險會被終止，一定要盡快同我哋公司聯絡，辦理一個新嘅保險計劃。如果你用緊 Aetna Preferred， 即係紅藍加白卡，住喺 San Francisco County 嘅話，你嘅保險亦都被取消，請盡快同我哋聯絡。如果用緊 Aetna PPO， 住喺 Santa Clara County 嘅話，亦都一樣，你嘅保險會終止，盡快同我哋聯絡。跟住落嚟咧，就講到 Anthem 藍十字嘅藥物計劃。如果你現有獨立係呢度同我哋購買呢個藥物計劃，或者係另外自己購買藍十字嘅藥物計劃咧，你都被終止嘅。請盡快同我哋公司聯絡，更換一個新嘅藥物計劃。再繼續講落嚟，如果你而家用緊 Aetna Select HMO 計劃，而你係住喺 San Francisco 或者住喺東灣 Alameda County 嘅話，用呢個計劃嘅用者咧，你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保險公司咧自動會同你轉去一個新嘅計劃，個名就叫做 New 嘅 Signature Extra 計劃。咁做你係乜嘢其他都唔需要做㗎，我哋全部自動同你由舊嘅計劃自動會轉去新嘅計劃。如果你想 keep 住喺 Aetna 裏邊嘅話咧，就乜嘢都唔需要做㗎啦。如果你想參考其他保險公司嘅選擇咧，可以一一同我哋諮詢。跟住落嚟，我哋講座亦都會介紹嘅。除此之外咧，提到嗰啲如果有 Medicare 同 Medi-Cal， 即係紅藍加白卡兩張卡都擁有嘅人士嘅話咧，記住喺你嘅 county 裏邊，無論三藩市、東灣、San Francisco、Alameda 或者係 San Mateo、Santa Clara County 嘅話，你嘅 county 都會加你入一個叫做 county 嘅 plan。如果你唔選擇嘅話，或者同我哋諮詢，我哋會同你建議入保險公司嘅計劃。所以記住，紅藍加白卡兩張卡擁有嘅人士嘅話，要注意啦。
繼續講埋26年嘅 Part B 嘅保費咧，206.5蚊，呢個係 estimate 嘅，比上你嘅收入嚟到定，每個人都要俾呢個㗎啦，無論你係自己付款去俾咧，或者喺你 Social Security 裏邊扣。咁記住參考，明年2026年就係呢個206.50每個月嘅保費啦。咁首先提醒大家先嚇，攞到 Medicare 之後咧，有分兩個部分 ，Part A 同 Part B。A 就係包括呢個醫院服務，B 就包括呢個門診部嘅服務。有咗 A、B 之後咧，你係必須入選一個計劃㗎。咁入選左邊咧，我哋叫做 Medicare Supplement 種類嘅計劃。咁右邊咧就係屬於 Medicare Advantage，甚至乎叫做 Part C，有啲零月費嘅計劃，有啲付款嘅計劃，亦都屬於呢個部分嘅。咁而 supplement 計劃咧，記住藥物係分開要購買嘅，因為藥本身咧係唔包喺嗰兩成裏邊嘅。而 Part C 嘅計劃咧，一部分嘅零月費 HMO 又好 PPO 又好咧，已經包括藥物，甚至乎仲加多呢啲其他嘅額外保障，包括譬如話牙科啊、眼科啊、配眼鏡啊、針灸啊、專車接送啊嗰啲嚇，咁就屬於呢個 Part C 種類嘅計劃，就會包括呢啲額外嘅福利嘅。好，先提醒大家登記日期先嚇。如果你啱啱到65歲嘅話咧，你係65歲之前嘅3個月、65歲嗰個月或者65歲之後嘅3個月都可以投保，但係記住盡量盡早投保，咁就可以配合你嘅生效日期同你 Medicare 嘅生效日期係一致嘅。跟住提醒大家咧，AEP 就每年10月15至到12月7，呢個就叫做年度嘅轉換期。喺呢個期間轉換計劃咧，就馬上1月1號開始生效嘅。咁而 Open Enrollment Period 咧就係1月1號至到31號。另外仲有呢個期間咧，係俾大家更換多一次嘅計劃。即係如果你開始用呢個新嘅計劃嘅呢一年嚟講咧，你仲有第一季度呢個期間可以再作最後一個更換嘅機會。跟住之後咧就叫做 Lock-in Period 啦。由4月1號至到12月31號咧，基本上你現有嘅計劃就唔會喐動㗎啦。除非有特殊嘅條件，下邊呢度咧就叫做 Special Enrollment Period。Special Enrollment 即係特殊條件，譬如話你搬屋啦、退休啦、離開你公司嘅保險啦，或者你申請到有呢個 Low Income Subsidy，即係收入低收入嘅補助啦，或者你得到一啲特殊嘅病症，或者你係攞到呢個雙重卡，即係包括呢個白卡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幫你安排呢啲新嘅種類計劃嘅。跟住落嚟，先提 Medicare Supplement 計劃，即係聯邦補助計劃嘅意思，即係報嗰兩成，屬於 PPO 種類嘅。嗱，先同我介紹咧，就喺左邊選擇，即係有咗 Medicare 之後嘅左邊選擇。咁我先介紹左邊呢部分嘅計劃咧，就叫做 Medicare Supplement。我哋代理嘅保險公司咧，就包括 Anthem Blue Cross 啦、Blue Shield、AARP、United Healthcare。咁呢三大都係三大公司嚟㗎啦，喺我哋北加州。咁而計劃嘅選擇方面咧，有呢個 Plan F 或者 Innovative F。如果係1月1號2020攞到 Medicare 嘅用戶嘅話，而你呢段期間之前有 Medicare，你就可以入選呢個 Innovative F 或者 F 計劃㗎。如果你係1月1號2020之後先攞到 Medicare 嘅話咧，你最好嘅計劃嘅選擇就叫做 Plan G 啦。咁而 Plan G 喺26年咧就有一個 deductible 係288蚊嘅。So 總括嚟講 ，Plan G 同 F 嘅分別就係 G 有個 deductible 自付額係288蚊喺2026年。咁而大概價格，如果你啱啱攞到65歲紅藍卡嘅話咧，咁你大概個價格係145蚊。呢個作參考。如果你係住喺 Blue Shield 而用住喺 San Francisco 用 Blue Shield 保險公司嘅話，每個月嘅月費計埋折扣係大概145蚊開始。咁而所有呢啲 supplement 計劃咧，都係按自己嘅年紀每年嘅歲數嚟到計算呢個月費嘅。咁記住 Part D 即係藥物嗰方面咧係未包嘅，另外額外仲要買一個藥物嘅計劃先得㗎嚇。所以特別有個加號呢度咧，就提醒大家記住，如果用 Medicare supplement 咧，一定要另外加買 Part D 嘅計劃。咁下邊我哋顯示一啲保險公司嘅折扣啦，譬如話 Anthem Blue Cross 藍十字嘅話咧，如果夫婦兩人一齊投保嘅話，有10% 嘅 discount 啦，每一位都可以攞到嘅。咁如果用 Blue Shield 嘅話咧，咁個 discount 係7%，咁每一位都可以攞到呢個折扣。咁繼續落嚟咧，就講到呢個 Part D 啦，即係藥物嘅計劃。
而藥物計劃2026年咧嘅 deductible 係615蚊，係升高咗嘅。咁而26年個 maximum out of pocket 係2100。out of pocket 嘅意思即係話年度最高自付額，你所有嘅藥物計算裏邊咧，你所花費咧係唔會超過2100蚊嘅，你絕對可以放心，唔會話你用藥食到成幾萬蚊、十幾萬咁俾法嘅，你絕對可以放心。至於藥物選擇方面咧，好多我哋嘅客戶咧都係用 Aetna SilverScript 呢個計劃，咁而明年個價格咧就會調升到103.6蚊嘅。咁亦都有好多客人係用呢個 AARP United Healthcare 呢個叫做 Preferred Drug Plan。咁呢個 Preferred Drug Plan 以前叫做 Walgreen，咁25年咧就轉成呢個 Preferred Drug 呢個計劃。咁而月費明年26年咧就會變成165.4蚊啦。咁另外一個咧 AARP United Healthcare 嘅提供藥物計劃就係叫 Saver 計劃。咁你見到價格係109.4蚊。咁區別喺邊咧？咁你可以見到就係個 deductible 嗰方面嘅區別啦。咁詳細內容嘅話，我哋專員會另外再同大家介紹啦。咁繼續講落嚟咧 ，WellCare ValueScript 亦都係好多客人投保嘅藥物計劃。咁而明年個價格咧，其實減咗價嘅，變成5.7蚊一個月㗎啦。咁如果大家係使用藥房用，譬如 CVS 啊或者 Walgreen 嘅話咧，呢種類係屬於 Preferred Retail 嘅 Pharmacy。咁而你用嗰陣時付嘅費用嘅 deductible 啊，或者各樣嘅 copay 咧，就會係少啲同埋係平啲嘅 copay 㗎。咁你可以見得到呢一行。如果特別你係使用呢個 CVS 或者 Walgreens 嘅話咧，就係基本上你嘅付費低啲啦。咁如果有一部分人士想參考或者投保呢個 WellCare，咁你可以上去我哋呢個網址 wellcarerep.com/2527659呢個 website。呢個 link 咧就可以自己投保 WellCare 呢一個計劃㗎啦，咁所以俾大家作參考，亦都非常之方便嘅。跟住講落嚟咧，講到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咁呢啲咧就係屬於我哋叫做零月費啊，或者要付月費嗰啲 HMO 嘅類型，亦都部分有 PPO 嘅類型，按地區嚟定。咁首先投保呢啲嘅條件咧，第一就係要查詢一下你嘅醫生係咪喺網絡裏邊啦。第二咧，離開你嘅地區咧，淨係包括呢個急診嘅啫。啊，譬如話你住喺邊個 county，離開呢個 county 嘅話，淨係包括急診。咁如果係 urgent care 離開美國都有包嘅，你可以絕對放心。咁首先個條件第一個咧就係你佢要具備 Medicare Part A 同埋 Part B，A、B 都有咧先可以投保嘅。咁而我哋出嚟咧，2026年呢個 Medicare Part B 大概預計個費用係206.5蚊，係按照每個人自己嘅每年收入嚟定呢個保費㗎嚇。B 每個人有可能都唔一樣，唔係統一呢個數字嘅。咁同埋你住喺某一個 county，譬如話你係住喺 San Francisco 或者住喺 Alameda County，咁你就要參加裏邊呢個 county 裏邊嘅計劃裏邊選擇啦。一陣我就會同大家介紹每個 county 裏邊唔同嘅選擇嘅 premium，即係月費咧係由01至到69蚊，未來一年係有好多唔同計劃嚟到參考嘅。咁啊，另外再提醒大家咧，藥物計劃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第一咧。就係 pharmacy 嘅 network 啦。咁先頭我略略提到咧，有啲藥房係屬於叫做 preferred pharmacy，有啲係 standard pharmacy。舉例，譬如話 Walgreen 啊、CVS 啊、Costco 啊、Safeway 啊，咁基本上呢啲或者係郵寄嘅話，咁你配藥咧有好可能，如果你用 preferred pharmacy 嘅話，你嘅 copay 各樣會係平啲嘅，甚至乎郵寄都會平啲嘅。Drug formulary 嘅意思就係話，保險公司批准你用嘅藥嘅 list，呢個 list 就叫做 formulary list。咁你記住配藥 ，make sure 你用嗰隻藥係屬於保險公司範圍裏邊，如果唔係就唔包嘅。Tier formula 就分級數啦，級咧其實係有6級嘅。Tier 1咧叫做 preferred generic，Tier 2叫 generic，呢兩個都係我哋叫做非品牌嘅意思。Tier 3咧就叫做 preferred brand，即係有品牌。Tier 4 non-preferred，Tier 5 specialty 叫做特效藥。Tier 6咧就唔係每間保險公司都會有嘅，咁你就要真係查詢一下嗰個計劃包唔包括 Tier 6，呢啲都會多數係呢啲常用嘅藥，而且個 copay 係非常之低，甚至乎唔使俾錢嘅 Tier 6嚇。咁呢啲關節線要用嘅藥物咧，到時要查詢某個計劃先得啦。Late enrollment penalty 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攞到呢個紅藍卡之後，而你唔入選藥物嘅計劃，將來你先至決定入選嘅話咧，你就要俾一個叫做罰款費，叫做 late enrollment penalty。呢個罰款咧係每個月你冇投保
罰你1% 嘅全美統計平均藥物計劃嘅收費。跟住落嚟提醒大家咧，就係 prior authorization。好多藥物你食嗰陣時咧，一定要係公司預先批准你用藥，你先可以有得用呢隻藥嘅。Quantity limit 咧，有啲藥嘅藥量啊係有限嘅，譬如話一個月30粒或者一個月45粒，總之幾多咧就按照你嗰隻藥同埋保險公司嘅要求要查詢。Step therapy 嘅意思即係話用藥通常醫生開或者保險公司俾你用嘅藥咧，係由比較平啲嘅藥開始，咁隨着你嘅身體需要或者你嘅病情需要嚟到調整呢個藥嘅級數，好似一級一級咁樣嚟到使用，所以叫做 step therapy 嘅意思。Transition bill 嘅意思即係如果你由一間保險公司轉到第二間公司咧，通常頭30日嘅藥咧，新嘅保險公司係必須俾你繼續用嘅。咁但係之後咧，至於你呢隻藥包唔包喺你新嘅保險公司嘅範圍裏邊咧，就一定要查清楚啦。Aetna 保險公司2026年嘅改變咧，如果你依家係2026年 Aetna 會員嘅話，住喺 San Francisco、Alameda 或者 San Mateo County，而你依家用緊呢一個 Aetna 嘅計劃，每個月係5蚊9毫嚟到俾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擔心嘅。呢個計劃將會變成零月費嘅計劃，未來呢一年，而你任何動作都唔需要做嘅，全部係自動更換。住喺 San Francisco、Alameda、San Mateo。呢一隻計劃，你查詢一下係076每個月係5蚊9毫嘅月費嘅。如果你屬於 San Mateo County 或者 Santa Clara County 用緊 PPO 計劃，即係呢個425咁呢個計劃咧，咁要重新我哋同你辦理轉去一個新嘅計劃。如果唔係咧，你呢隻計劃係唔會續㗎。咁再落嚟咧，就講到住喺 Alameda 同 San Francisco 嘅用戶，如果你依家係用緊紅藍加白卡，即係2張卡嘅人士，你用緊呢個計劃叫做 Prefer Plus， 請你睇睇你個 ID 卡。如果你個卡上邊顯示呢個計劃叫做 Prefer Plus 嘅話咧，呢個計劃被終止，一定要同我哋查詢，我哋一定要同你辦個新嘅手續，入選其他保險公司嘅計劃。Aetna 唔會再繼續呢一隻計劃㗎啦。呢個俾大家再繼續參考。26年 Aetna 嘅 Plan Change 就講到，如果你而家用嘅 Aetna Select 呢個計劃，Aetna Select 就係好多零月費計劃嘅用戶住喺 Alameda、San Francisco、San Mateo County 都用呢個計劃嘅，叫做 Select。基本上應該講90%嘅用戶都係用 Select 呢個計劃㗎啦，你係唔需要擔心嘅。保險公司會自動幫你轉入去未來26年新嘅計劃，個名係改咗 Signature Extra 嘅名。改為 Signature Extra， 你係乜嘢都唔需要做嘅，會自動。至於個計劃嘅內容安排咧，一陣我會同大家介紹。咁如果你而家用緊 Plus 計劃，應該會好少人用呢個啦，因為逐步我哋都已經係幫客人轉到去 Select 呢個計劃啦。Santa Clara County 呢個計劃亦都會被終止啦。Core PPO 計劃亦都會終止，要重新申請過。所以如果住喺 Alameda 或者 San Francisco 用 Core PPO 呢個計劃咧，係我哋必須要從你重新簽紙入個新嘅 PPO 計劃，叫做 Signature PPO 425呢個計劃嘅，必須要辦理。如果唔係咧，你嘅保險唔會自動續過去㗎啦。咁最後就提到呢個 Core 2都一樣，Core 2呢個計劃咧會好大嘅轉變，而且收費會好犀利。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進一步同我哋專員聯絡，分析一下有關你個計劃點樣轉變，我哋會同你安排妥當新嘅安排。首先講講介紹一下 San Francisco 2026年最新嘅紅藍卡計劃，因為計劃嘅內容比較多。San Francisco 咧，我哋分開有2頁嚟到同大家介紹嘅。嗱，呢邊顯示出嚟咧就屬於第一頁嘅。首先 Top 5首選嘅5大公司咧，就包括呢個 Alignment、Anthem、Aetna、Scan。Scan 其實有2個計劃嘅，一個叫 Classic， 一個叫 Airline。所以呢個我哋排列咗出嚟咧，係第一頁 San Francisco 首選計劃。我先簡略同大家介紹一下。而首選計劃排喺左邊呢個第一個就係 Alignment。Alignment 計劃咧就睇醫生唔使俾錢，專科唔使俾錢，住院頭嗰3日都唔使俾錢。如果 Emergency Room 就俾50蚊。sorry 唔係50蚊，就係屬於住院嘅第4至第7日。Emergency Room 就係90蚊嘅 copay 嘅。
而 maximum out of pocket 即係叫做全年最高自付額係998蚊。如果配藥嘅話咧，佢唔需要俾額外一個 deductible， 只需要俾呢啲 copay， 屬於有牌子冇牌子嚟到 copay 嘅。咁先頭我亦都提到啦，未來26年嘅藥物計劃全年最高自付額係2100蚊嘅意思，即係話你所用嘅藥物嘅消費，你係唔需要俾超過2100蚊嘅。咁而化驗啊、X 光都係唔使俾錢啦，CT 亦都唔使俾錢。Transportation 專車接送咧有24次係唔使俾錢。Over the counter 即係日用品附送咧係有30蚊一個月嘅。而做 gym 咧，你可以查詢 youronepass.com， 即係有邊啲 gym 可以使用。咁到時我哋亦都會詳細幫你安排或者幫你講解嘅。至於針灸咧，係如果 Medicare 批准你使用嘅話，亦都可以使用。牙科咧係有2000蚊嚟到使用，不過一定要用呢個 Liberty Dental 呢個網絡先可以得嘅。Vision 配眼鏡咧就有300蚊嚟到使用嘅。咁下邊你見到 Medical Group 咧，就我哋要介紹呢個 Brown Tolan。就未來呢個年嘅 Brown Tolan 合併咗之後，個名咧叫做 Altius。咁 Altius 就會代替 Brown Tolan 呢個名，所以你見到我哋咁樣顯示出嚟。咁而醫院方面使用咧，其實係有所有嘅 CPMC、加州太平洋醫院啦、St. Francis 同埋 St. Mary 㗎。咁呢個就首先簡單介紹 Alignment 呢個零月費計劃，咁會將來變成26年 San Francisco 裏邊嘅頭5選項其中一項，俾大家參考嘅。咁而 Anthem Blue Cross 咧排到第2，我呢方面咁樣安排啦。Aetna 排到第3啦。咁跟住第4、第5就係 Scan 嘅公司嚟到參考啦。咁而最大嘅分別咧，咁我逐個 section 同大家講解下點樣嚟到睇我呢個比較價目表啦。就係首先睇醫生嗰方面，如果你睇過咧，家庭醫生差唔多啦。Anthem 咧就係專科醫生要俾25蚊嘅。至於住院啊，如果你睇呢行嘅話咧，你會見得到每間保險公司住院點樣俾法，同埋自己要俾幾多日啦。咁而你見到 Alignment 頭嗰3日住院就唔使俾錢嘅，第4日先至要俾50蚊嘅啫。咁而你睇到其他公司嘅付費會係比較高啲噶啦。咁跟住全年最高自付額咧，你會見到 Alignment 比較低啦。咁而其他公司全年自付額，即係你自己要付出嚟嘅費用，亦都比較高啲㗎。咁至於藥物咧，你會見到頭呢兩個計劃咧係唔需要自付額 deductible 嘅。咁由 Aetna、Scan 呢兩個計劃都有一個 deductible，即係話如果你配藥係屬於有牌子嘅藥 Aetna 嘅話咧，就要你先俾咗300蚊之後，先至再俾 copay。如果有牌子，咁而其他公司譬如話 Scan 呢兩個計劃咧，就250蚊嘅 deductible，咁即係話總之你配1分錢藥都好啦，即係頭嗰1蚊你係先俾滿呢個250蚊呢個 deductible 嘅藥物計劃，之後你先至俾 copay 㗎。而大家要注意一下。咁跟住落嚟就化驗 X 光啊或者 CT、MRI 睇過嚟啦。咁仲有就係呢個專車接送咧，咁你見到呢個 Aetna 咧就係開始唔包呢個專車接送啦。咁 Anthem 就包得多啲嘅，有60次嚇。咁另外一個就係 Scan 呢個包到44次。咁而日用品咧，有啲客戶係比較注重需要呢啲或者係想攞呢啲嘅話咧，咁你見到 Scan 呢個計劃送得最多就155蚊一季。咁而另外一個就70蚊一季啦。咁其他公司就30或者67。Alignment 就係30蚊一個月嘅。嗱，呢個係一個月嘅計算法。咁一季嚟講就差唔多90蚊㗎啦。咁而做 gym 咧。過往大家都知道係可以用其他唔同嘅 facility 嚟到做 gym 啦。咁 Anthem 係有呢個福利俾大家嘅。如果你係想去做 gym 嘅話，額外有25蚊一個月補貼。咁 Aetna 咧就變成淨係可以用呢個24-hour fitness 啦。咁 Scan 有呢個 One Pass 嘅 allowance， 嗱 One Pass 個網絡咧就係同 Alignment 係一樣嘅。咁至於針灸，你大家睇落嚟 Aetna 仲繼續包括針灸。咁Scan 係另外一間都包括呢個針灸。牙科嗰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啦。牙科如果用 Anthem Blue Cross 咧，淨係包括洗牙嘅啫。咁如果用 Aetna 咧，就係照舊可以用 Aetna PPO 嘅牙醫，有1000蚊嚟到使用。但係未來呢一年用起上嚟嘅話咧，每一個項目你都會有 copay，copay 係平均20%至到50% 嘅 copay 㗎嚇，記住注意下。咁而用 Scan 嘅話咧，佢個醫療網個 Dental Network 咧就叫做 Dental Quest。Dental Quest 喺灣區嚟講比較少牙醫接受，雖然你睇到佢個牙醫嘅 benefit 係比較高，但係至於你嘅地區範圍裏邊有冇牙醫或者有幾多牙醫俾你揀咧，
咁就比較有限制啦。咁我預先提醒大家，如果參考緊 Scan 嘅用戶嘅話咧，要注意呢一點。咁至於醫生網絡嘅話咧，下邊亦都列晒出嚟㗎啦。咁啊，Anthem Blue Cross 上有呢個 Altea Brown Thornton AMG 同埋東北啦。Aetna 咧繼續係 Brown Thornton 啦，Scan 有 Brown Thornton AMG 或者 Hill 啦。咁同埋呢一個係特別 AAMG 嘅計劃嚟嘅，俾大家作參考。所以呢個就係 San Francisco 第一頁嘅計劃內容介紹啦。第二頁咧就包括其他保險公司。咁我哋排列咗 alignment，即係先由第一個計劃作參考、作標準嚟到比較。咁而其他公司包括呢個東華保健裏邊有零月費計劃啦，AARP 特別針對用 UC 嘅用戶咧有69蚊一個月啦。Alignment Sutter 呢個係好特別嘅，每個月嘅月費係48蚊。所以如果要用 CPMC 啊、Sutter 網絡嘅醫生啊，或者成個灣區要用 Sutter 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參考呢個48蚊呢個 Alignment Sutter 呢個計劃啦。Imperial 帝國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計劃嘅，咁佢而 Part B 咧係有35蚊嘅回扣俾你嘅，咁就特別係我喺度標明咗，提醒大家有呢個福利喺度。咁至於各項嘅比較福利咧，我就唔逐樣度介紹啦，你自己可以 compare 下第一個項目，譬如話睇醫生同專科俾幾錢，住院每個計劃每間公司你自己用起上嚟又要俾幾多錢，全年最高自付額，咁你睇起上嚟邊間公司付費係比較低啲。如果你大件事發生嘅話，Alignment 係998，咁而另外最低咧就係 Imperial 帝國保險公司㗎。咁至於配藥嘅話，邊啲藥物計劃係 no deductible、no deductible、no deductible 嚇，咁而呢個計劃係有 deductible 㗎。咁跟住落嚟咧，就係講到化驗啊、X 光啊同埋 CT、MRI 啦，呢一行就係專車接送啦。咁而你見得到 Imperial 有100次嘅專車接送嘅，咁同埋送個日用品咧140蚊一個 quarter，Imperial 亦都係送得比較多 compared to Alignment 將會係因為30蚊一個月咧，就先頭提到係90蚊一個 quarter 嘅，都係算唔錯嘅福利啦。咁至於下邊講落嚟就係做 gym 㗎啦。同埋針灸啊、牙科啊各樣，大家可以睇過嚟，即係比較。咁而醫生嘅網絡最關鍵咧，就講翻轉頭就係 Brown Thornton 啦、Hill 啦、UC 啦、Sutter 啦、Pam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啦，同埋 Imperial 同 UC 㗎。咁呢個就係 San Francisco 第二頁嘅計劃介紹啦。跟住落嚟咧，就講到 San Francisco 如果紅藍加白卡嘅人士嘅話咧，請注意，因為你係有紅藍加白卡嘅話，未來呢一年咧，你要考慮選入一個計劃咧。咁我哋排列 San Francisco 裏邊呢4間公司可以作參考嘅就係 Anthem 藍十字啦、東華奇英保健啦、Alignment 同埋 Scan 嘅。咁因為紅藍加白卡嘅人士係有限，所以我就唔會喺度詳細再講。所以呢啲福利，如果你係有呢個條件，紅藍加白兩張卡都有嘅話咧，咁你一日再同我哋進一步諮詢啦。咁而提醒大家 Anthem、Aetna 用嘅 Urgent Care Facility 嘅 network 咧，就叫做 Carbon Health。Anthem 藍十字咧都係可以用 Go Health 呢個網絡嘅。咁而 Scan 淨係得一個 Urgent Care 就係 Irving 街，就係呢個 facility 啦。咁就 Irving、Stonestown、West Portal、Daly City，咁就基本上呢個就係涵蓋我哋附近 San Francisco 總公司附近用戶嘅方便使用作參考。跟住落嚟講到 San Mateo County 嘅2026年比較啦。咁首先你見到 Anthem Prime 零月費、Scan 零月費、Aetna 零月費、Alignment 零月費同埋 Alignment 另外有個 Sutter 計劃嘅。咁呢個係 San Mateo County 裏邊計劃選擇，亦都有好多其他公司，不過我哋就冇辦法介紹晒咁多啦，只能夠抽選 Top 5嚟到同大家介紹。咁而我哋排列出嚟咧，由左邊排到右邊，大致上你已經明白我哋呢個排列嘅原因㗎啦。咁就講到福利嗰方面參考啦。Anthem 藍十字嘅睇醫生就唔使俾，專科10蚊啦。咁而住院就250蚊一日，頭嗰5日。咁你睇過嚟咧，可以睇到其他公司嘅比較個分別。同埋急診 Urgent Care 咧，急診就俾90蚊，Urgent Care 35蚊。咁你可以睇到其他公司嘅比較啦。咁全年最高自付額係1200蚊，比起其他公司算係最低嗰個啦。咁而配藥咧，佢係唔需要俾一個 deductible for drugs 嘅。咁你見到其他嗰啲計劃咧係有 deductible for drugs 嘅嚇。咁而 X-ray lab 化驗CT、MRI 咁睇起上嚟佢會比較高啲咁多嘅 copay。
而其他公司嘅 copay 係唔需要俾 copay 㗎。專車接送佢係唔包啦，其他公司係有啲會包，有啲係唔包嘅。同埋日用品送嘅話咧，20蚊一個 quarter，咁你見到 scan 咧就送155蚊一個 quarter，送得最多係佢㗎啦。其他公司作參考。做 gym 嘅話咧，亦都一樣嘅。Anthem Blue Cross 就唔包括做 gym，咁而 scan 咧你可以用 One Pass 或者 allowance 啦。Aetna 仲繼續24 hour fitness 啦，其他 One Pass 作參考啦。針灸你可以咁樣睇過嚟。牙齒嗰方面我都略略睇睇。Anthem Blue Cross 咧，淨係包括呢個基本洗牙嘅啫。咁配眼鏡有100蚊啦。醫生網絡選擇咧有呢個 Brown Tolan 同埋 AAMG。Scan 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只係用 AAMG 網絡。Aetna 照舊仲有 Brown Tolan。咁而 Alignment 呢一個計劃都係Brown Tolan 啦。咁醫院嗰方面使用咧可以使用呢個 Seton 同 Sequoia。咁而最後呢個 Alignment Sutter 呢個計劃咧係要俾月費㗎嚇。咁每個月48蚊一個月，因為佢係特別使用 Sutter 呢個網絡。所以如果你嘅醫生係屬於 Sutter 或者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咧，一定要參考入選呢一個計劃，咁你嘅福利先至會比較好啲嚟到安排到網絡裏邊使用嘅。咁而醫院方面咧就可以用呢個 Mills Peninsula。咁呢個就係 San Mateo 2026年 County 裏邊嘅計劃選擇啦。跟住落嚟咧就講到2026年嘅 Alameda County 計劃選擇啦。Alameda County 裏邊咧首選咧係有5大。包括 scan 其實有兩個，一個普通嘅 scan，一個另外用 Sutter 網絡嘅 scan。咁 of course 就有月費49蚊啦。Aetna PPO 個計劃或者 Alignment 零月費，同埋 Aetna 有個 HMO，先同我提到現有嘅會員可以自動轉向呢個計劃㗎。咁我先簡介紹一下 Alameda County scan 裏邊有兩個計劃，咁一個就係零月費，同埋要俾月費呢個49蚊咧，就係屬於呢個 Sutter 網絡嘅。所以如果喺我下邊咧，你會見到介紹 Sutter Health 呢個 medical group。咁因為 Sutter 嘅原因，所以佢個月費會比較高啲，而係49蚊一個月。咁前面呢部分咧就會講到呢個家庭醫生啦，同埋專科醫生 copay 嘅。咁而 scan 呢個計劃就唔需要俾啦，你睇過去其他公司嘅話，再參考其他公司點樣收費法啦。Hospital 即係住院嗰方面，佢收費係100蚊一日，頭嗰5日嘅。咁你睇過去咧，就睇到其他計劃嗰方面嘅比較啦。Urgent care 同埋 emergency room 就90蚊，呢個 emergency room、urgent care 唔使俾㗎。咁你睇到其他公司嘅 copay 分別啦。全年最高自付額係1500蚊，比較起其他公司佢係最低。即係話有啲咩大件事你揞袋咧，你係唔會俾超過1500蚊嘅。咁而 drug deductible 咧係有個250蚊 deductible，250蚊、615蚊，呢個係冇 deductible，呢個係300蚊。如果有牌子嘅藥先至計嘅啫。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參考呢部分嘅。咁而 X 光啊、lab 啊、CT 啊，咁佢都基本上唔需要付費 compare 到其他公司計劃啦。專車接送佢係有28次嘅 one way compare 到其他計劃。Over the counter 即係日用品咧，佢有85蚊每個 quarter 俾你哋到使用，算係比較高㗎啦。compare 到其他公司計劃。做運動咧就 One Pass 呢個 gym 嘅 facility 啦。Aetna 照舊用24 hour fitness 啦。Alignment 都係用 One Pass 嘅。咁另外 Aetna 嘅計劃亦都係用24 hour fitness。針灸嘅話咧，佢有36次針灸係唔需要自己付費嘅。咁而你睇過去其他公司嘅話咧，就有其他另外一部分 Aetna 呢個計劃保持係無限次數，唔需要付費。Dental 都要注意啦，因為 Dental Crest 呢個網絡咧係好少牙醫接受㗎。咁雖然個牙醫個 benefit 佢會有多啲俾你，但係嗰個牙醫嘅選擇係比較範圍好少嘅。咁而配眼鏡有200蚊俾你使用嚇。咁醫生嘅網絡咧就有 Brown Tolan 啦、CPMC 啦、UC 啦、Amada 啦、Hill。咁 scan 呢個俾月費49蚊呢個計劃咧係用 Sutter Health 呢個 network 嘅。咁大多數東灣嘅客人都會用呢個 Aetna PPO，因為使用比較方便，你又可以喺網絡裏邊使用，網外使用都一樣得，因為佢係叫做 PPO 種類，所以呢個係好特別嘅一個零月費計劃。咁而使用最好就用網絡裏邊啦，即係話 Aetna PPO 網內使用係最好嘅，因為你付費將會最低。如果網外必須要用嘅話都得，不過就會付費高啲啦。請注意呢一方面。好，呢個就係總括講到呢個 Alameda County 26年嘅參考。跟住講到 Contra Costa County 啦，未來呢一年咧 Contra Costa County 就比較嚴重啲嘅影響啦。計劃嘅選擇方面，淨得2個計劃可以參考，一個就叫做 Imperial 帝國計劃。
第一個保險計劃咧就有35蚊呢個 Part B rebate 回扣俾你嘅。So Part B 你每個月先同我講交個月費咧，呢個計劃有35蚊俾翻你，咁而佢係零月費計劃。咁當然睇起上嚟佢個福利係非常之唔錯嘅，但係唯一最緊要就係醫生嘅選擇方面，我要提一提。最關鍵，成個 Contra Costa County 佢係淨係得28個家庭醫生可以選擇嘅啫，即係話個網絡係比較細，而且唔係好多醫生嘅選擇。你要一定注意你嘅醫生係咪屬於呢個保險公司嘅network 裏邊，咁你先至可以投保呢個計劃。如果唔係嘅話咧，反而你用呢個 AARP United Healthcare 74蚊一個月，對你嚟講咧，個醫生網絡係屬於 Health Physician，亦都係東灣裏邊比較大嘅一個醫生網絡。咁而應該8、9成嘅醫生都喺裏邊嘅。咁當然你嘅月費要俾到74蚊一個月，copay 各樣都會比較高啲。咁最關鍵就係睇唔睇到醫生嘅問題啦。咁屬 Contra Costa 嘅用戶咧，你未來呢一年嘅選擇唔係好多，所以最關鍵就係你嘅醫生佢係咪收得呢個 Imperial，抑或佢唔係，咁佢個可能性收呢個 AARP United Healthcare 74蚊呢個機會係比較大啲嘅。咁啊提醒大家。再講到落嚟，最後一個 county 咧就係 Santa Clara County 啦。而 Santa Clara County 嘅計劃選擇咧有 Anthem Prime、Scan、Alignment Sutter、AARP United Healthcare。所以基本上有咁多計劃嘅選擇方面咧，咁我亦都係一樣就唔約略逐個間公司讀出嚟啦。咁而我排列出嚟左邊排到右邊嘅原因，就等你知道一下公司嘅類別係點樣。咁而每個公司嘅計劃點樣安排咧，咁你可以逐一項嚟到睇呢個 comparison，邊個對你嚟講最適合，福利最好嘅安排。至於醫生嘅網絡，亦都要注意，就係 Optum、東北、So Medical Group 呢啲都係屬於南灣 Skipper、Santa Clara County IPA， 或者一定要用 Sutter、Pound、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或者 El Camino Health 或者 Optum， 呢啲係主要南灣嘅 medical group 而嚟到參考你嘅醫生係咪喺呢個網絡裏邊。所以你決定一下要用呢個 Anthem Prime 咧 ，Scanning 月費啦。Alignment 零月費或者一定要用 Sutter 呢個計劃，或者 AARP United Healthcare 屬於零月費計劃。咁我哋先頭咧就略略介紹一下所有呢啲 Medicare 計劃嘅內容啦。咁如果你想詳細了解有關計劃詳細嘅內容咧，一定要睇呢個 Summary of Benefit， 或者上去 Medicare.gov/1800 Medicare 嚟到進一步查詢嘅。咁而簡單再介紹一下咧，除咗保險之外咧，我哋仲做好多理財計劃嘅。無論你有401k啊、IRA、403b、TSB 或者有現金投資咧，都有唔同紅利嚟到附送嘅，包括50%啊、30% 紅利啊、固定利率有10%或者9.5%啊，唔同時間有唔同嘅 promotion。請同我哋嘅專員進一步再查詢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融資理財計劃嚟到規劃啦。咁多數係俾你哋嘅仔女嚟到參考㗎。叫佢哋詳細同我哋諮詢啦。最後總結一下咧，就如果上 Facebook 嘅朋友啊，或者 YouTube 朋友咧，可以上去我哋嘅 channel，click like 或者 subscribe， 咁就係 iSimon888，iSimon888就可以 click 個 like 或者 click 個 subscribe。我哋一有 video 公佈嘅話咧，你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信息嘅。或者上去我哋網址 simon888.com， 聯絡電話就係1-888-746-6688。如果你睇電視嘅朋友咧，每個月26台係。晚黑7點50至到8點鐘呢個時間都係我 Simon 趙世民時間。收音機 AM1400 FM96.1。灣區我哋有4大公司服務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聖荷西。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呢個2026年 Medicare 講座，祝大家身體健康，樣樣進步。多謝大家。